化學式是用化學元素符號和數字來表示某種特定化合物或分子的原子化學比例信息的一種公式，例如二氧化矽。以下列舉兩種物質它的分子式、實驗式、結構式及離子式分別如下：丙烯的分子式為 C2H6， 丙烯的實驗式為 CH3， 丙烯的結構式為氯化鈉的離子式為鈉的正離子和氯的負離子。從金屬氧化後所得的實驗數據找出實驗式化合物的實驗式可根據其質量組成計算得出。例子：將銅在空氣中加熱，要確定氧化銅的實驗式，必須找出該化合物中銅與氧的質量比。從以下的實驗結果推算出化合物的實驗式。根據所提供的數據，氦渦的質量為 14.713 克，氦渦加上銅粉的總質量為 19.354 克，銅的質量為 4.641 克，氦渦加上氧化銅的總質量為 20.532 克，因此氧化銅的質量為 20.532 減 14.713。是 5.819 克，氧的質量為 5.819 減 4.641， 是 1.178 克。下一步計算各元素的摩爾數，將銅和氧的質量除以它的相對原子質量，銅的相對原子質量為 63.5， 因此銅的摩爾數為 4.641 除以 63.5 等於 0.0731。而氧的相對原子質量為16，氧的摩爾數為 1.178 除以16，等於 0.0736。計算它們的相對摩爾數的最簡單整數比，因銅為最小的數，是 0.0731， 得出銅的相對摩爾數整數比為1，氧的相對摩爾數整數比大約為1。由於兩種原子的摩爾比為1:1，注意在化學式中數字1是不需要寫出。得出氧化銅的實驗式為 CuO